做好香港玩具，説好香港故事，呢一個就係我哋 Tiny 微影嘅中心思想。咁我哋係嚟自香港嘅東方玩具有限公司，喺1998年咧喺香港成立㗎啦。本身咧我自己係一個車仔迷啦，咁啊由細到大咧都推車仔長大嘅。去到大學年代咧，喺一啲網上嘅拍賣平台啦，就買埋一啲自己收藏嘅車仔開始嘅。畢業完咧就開始學下設計啦、生產啦，就開始咗一個香港文化玩具設計同生產嘅一個奇妙旅程啦。咁啊，去到2014年咧，就創立咗自己一個品牌，叫做 Tiny 微影，就專做香港嘅人車景模型玩具嘅設計，譬如消防局啊，或者一啲警察車啊，或者的士咧，譬如一啲小販檔又好，珍寶海鮮舫又好，咁我哋都希望咧用微縮嘅模型咧去留住一啲香港人心目中嘅影像。BUD 專項基金咧對我哋公司嘅資助咧冇佢咧好多項目都出世唔到嘅，資助嘅項目都比較廣闊嘅，即係由推廣嘅人才嘅人工啦嚇，到我哋產品開發嘅模具啦嚇，到授權啦，去海外參展啊，機票啊、酒店啊、攤位費用啊，支援得嘅項目係最廣闊，同埋都真係幾幫到我哋中小企嘅。差唔多每一年咧都會去10個或者8個嘅海外展會啦，上海啦、北京啦、廣州、深圳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同埋印尼啊，同埋 even 日本咧嘅招商展，我哋都有用 BUD 基金嘅資助咧去參加。咁喺唔同嘅展會咧都有唔同嘅收穫嘅，譬如一啲合作嘅夥伴啦，譬如一啲授權商啦，都經過呢啲展會嚟認識我哋，從而咧就推出當地咧有特色嘅產品同埋玩具。咁有咗 BUD 專項基金嘅資助咧，令到我哋公司嘅生意咧都有多達20幾到30% 嘅增長嘅。如果當地市場咧係有契機嘅話咧，我哋亦都會做一啲當地嘅巴士，譬如德國巴士啦、成都地鐵咧，亦都要有成都嘅授權啦。見到好多我哋叫買手又好、收藏家又好咧，都極度欣賞。未來咧 BUD 專項基金嘅角色咧就更加重要，咁我都會成聯咧更加多香港唔同嘅插畫師同埋藝術家，聯同一啲國際大嘅品牌授權，創作更多有特色嘅一啲 figure 或者潮玩嘅產品，去內地唔同城市去推廣同銷售。